正准备去找你，快救救东方不败吧！他这是中了三尸脑神丹的毒。是的，只有吸心大法才可以将他的毒素吸出，只有你能救他。扶起来！不行，到了你身上怎么办？你内力深厚，一定可以镇压住毒素。东方不败，他武功全废了。拿着。冲哥，托蓝教授的福，我早就百毒不侵了。是啊，你曾吸了黑王和冰蚕的奇毒，我竟然将此事给忘了。拿着。你没事吧？多谢了。以后你有任何事情，五毒教任你差遣。没了武功，也就没了欲望。你带着他远离江湖吧，去过普通人的日子。师弟，师弟，醒醒！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师傅，怎么回事？是大师兄，他和那个魔教妖女一道来的。师娘呢？大师兄把师娘抱走了，我听到屋内有人大哭，似乎怎样？似乎师娘去世了。什么？说什么？东方不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脑中的令狐冲帮你将三尸脑神丹的毒素吸出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放心，他现在百毒不侵，不会有事的。我现在内力尽失，是个废人。等避过这阵风头，我们回云南吧。不要再问江湖事。一路上都是我拖累你，余下的日子，你就别再顾及我了。这样对你好，对我也能减少对你的愧疚。
你觉得那是对我好，那是你的想法，不是我的。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，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。你对我的好，我知道的，穷极一生都无以回报。只是，你心怀天下苍生，不愿黑白再起纷争，不愿无辜的百姓再遭横祸。你想平复欲望、贪念以及恩怨，你想改变神教、五岳以及整个江湖，好让你的宏愿得以实现，是不是？你懂我，你懂我，更是我自己。惭愧，当初没信你的话，让我行这个奸人得逞。什么意思？我终于知道任我行为什么不练葵花宝典了。这两门功夫相互克制，有害无益。你之前练功，我们一直以为是三师老师。原来，昨日我用吸星大法对付方阵和冲虚，终于酿成大错。任我行他用心险恶，枉我对神教忠心耿耿。任我行，他害怕的恐怕不是你的武功精进，他害怕的是你的理想得以实现。你要建立的和谐成功之时，便是他的毁灭之日，所以他要毁了你的武功，好让你的宏愿。此人当真是恶魔。我不能让他得偿所愿。你有办法恢复你的武功吗？葵花宝典和辟邪剑谱相辅相成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等大事一了，我便归隐田园，从此便不再过问江湖事。那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回云南总坛，过我们的逍遥日子去。好。当真？现在到处都是五岳的人，走海路会安全一些。等晚上，我们就坐渔船出海走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去找些干粮来。千万小心。
这便是林家的辟邪剑谱。怎么样？好，师傅。师傅，剑谱是真的。好，我既答应与二位相交，又怎会以假剑谱骗人？那不成了跟岳不群一样的卑鄙小人？林少侠息怒，我们并无此意啊。林兄一诺千金，岂是那伪君子可比的？是啊，是啊。待你们二位练成剑谱，定叫那华山派鸡犬不留。嗯。嗯。林少侠在此，蓝凤凰有失远迎。昨夜，五毒教弟子死伤殆尽，左掌门却毫发无损。想必是临阵脱逃吧？然教主。我也是被形势所逼，还请蓝教主息怒啊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东方，这是什么？我拿到了。你拿到什么了？辟邪剑谱。辟邪剑谱落在东方不败手。